低溫酒醉紅膏蟹，個紅膏真係鮮甜甘香。杭州叫花雞，賣相充滿鮮氣，而且係即點即烤，有淡淡嘅胡椒同埋香料味，食落去個雞肉相當嫩。水墨東坡肉，充滿詩情畫意嘅一道菜式。手作蟹黃小籠包，廚師喺玻璃廚房度即點即包，夠晒鮮美。錦鯉氣宴，精緻嘅甜品。江南手工鮮酒釀，甜絲絲嘅米酒，仲帶有益生菌，可以幫助消化。今次去到深業上城，食一間江南美學嘅浙江菜，人均消費都係百零蚊，菜式好，環境又靚，性價比相當高啊！想知道近期有咩好玩好食，就跟我嚟啦！喺出發之前記得點讚同埋訂閱我頻道，最重要就係將個影片分享出去。我哋今次去嘅餐廳叫做桂滿龍江南流水席，而呢度係全國第2家江南流水席嘅旗艦店，同之前嘅桂滿龍唔一樣，從環境、菜式都做咗升級，多咗好多創新菜。去嘅方法，如果搭地鐵嘅話，可以搭10號線去到冬瓜嶺站嘅 G 出口，一出到去就已經係深業上城。又或者直接由福田口岸打車過嚟，10零蚊，大概20分鐘車程就會直達深業上城嘅南門。一入到去，一直向前走，就會見到桂滿龍。喺門口都有介紹佢哋嘅拳頭貨，杭州嘅叫花雞，亦都有即點即做嘅手工蟹黃小籠包。喺出邊係玻璃廚房，可以見到裏面廚師嘅情況。飯點時間都相當忙碌，而店入邊嘅裝修好有江南自然嘅感覺，可以見到活水流溪貫穿全場，成個感覺好有詩情畫意。都有包廂食飯，就算大班朋友過嚟食飯都冇問題。2至4位亦都有好多卡座，而佢哋嘅餐具都做到一絲不苟。我哋4個人就點咗呢個歡聚江南嘅4人宴，4位用678蚊。首先上嚟係前菜，低溫酒醉紅膏蟹，用咗低溫鎖鮮嘅方法，可以見到用蟹殼做小鍋，裝住滿滿嘅紅蟹膏，上面淋咗琥珀色嘅醬汁，油光水滑，閃到發光，成個感覺相當鮮，顏色好靚。而上到嚟第一下就聞到陣陣嘅酒香，帶有啲話梅同埋醬油嘅鹹甜香。低溫酒醉紅膏蟹，幾多膏？橙紅色㗎，夠晒吸引啊！試一試個紅膏蟹先，好甘甜喎，個蟹膏相當甜。食落個蟹肉，第一個感覺係冰涼爽滑，個肉質好似果凍咁彈牙。個膏又甜又滑嫩，食落去就好似錘咗落喉嚨咁。個鹹甜適中，帶住一啲酒腦味，個口感綿密，又好似流沙嘅質感，又滑又糯，帶住淡淡嘅酒香同埋膏香。青檸海蜇裙邊個賣相真係清透到，好似夏日限定嘅藝術品咁。將個青檸鮮挖空果肉，做咗個翡翠色嘅小盅，喺裏面放咗啲晶瑩剔透嘅海蜇裙邊。青檸海蜇裙邊試下先。相當爽脆，好清新。當你食落去，第一啖就食到一啲青檸嘅清新酸味，帶住少少芝麻同埋麻油嘅香，清清爽爽。作為一個開胃前菜，相當適合。溫州魚餅加燒三鮮，成碟菜大堆頭，熱辣辣，油光閃閃。中間放一條黃魚，旁邊擺住一隻大紅蟹，仲有9套魚。同埋溫州嘅魚餅淋上醬汁，望落去就知道好入味。溫州魚餅好得意，個樣咧係好 Q 彈，吸滿咗汁。試一試個魚餅先，好香嘅魚蓉味道啊，相當鮮，同我哋嘅魚片又唔同。仲有啲9套魚，潮州人咧叫做個豆腐魚啊。可以先食啲魚肉，個魚肉好嫩，入口即化，吸收晒蟹同埋醬汁嘅鮮甜，鹹鮮中帶有少少微辣。個蟹肉夠鮮甜，同埋魚嘅鮮味混合埋一齊，醬汁帶有少少豆瓣醬嘅鹹香，同埋辣椒嘅微辣，鮮得嚟有層次，唔會單調。
係一道好好送飯嘅菜。杭州叫花雞，成道菜上台，個儀式感直接拉滿，有啲乾冰煙霧嘅效果，中間有塊紅紙包住，拆開之後就會見到一隻被油紙包住嘅原隻雞，揭開油紙，一股熱氣同埋香料嘅味道即刻衝出嚟，個雞皮烤到金紅發亮，喺上面鋪滿咗黑胡椒同埋香料碎。食嘅時候可以請職員將雞剪開，剪到適合入口嘅大細。杭州叫花雞，好香雞味，有啲黑胡椒嘅香味，試下先。相當入味。第一啖咬落去，個雞皮帶住淡淡嘅胡椒同埋香料味，完全唔會油膩，一咬脱骨嘅感覺。再咬落去嘅雞肉好嫩，一咬脱骨，個肉汁相當豐富，而且香料嘅味道已經完全滲入咗喺雞肉裏面，帶有少少胡椒嘅辛香，越食越滋味。水蜜東坡，成道菜每一塊東坡肉都切到方方正正，表面淋咗黑到發亮嘅濃醬汁，真係好似水墨畫咁，連個肉紋都睇到清清楚楚。而下面沾住一啲白米飯，黑紅嘅東坡肉再配埋雪白嘅米飯，賣相好似藝術品擺盤咁，成碟熱辣辣，個香氣一上嚟，將個醬油同埋糖嘅甜味湧上嚟。水蜜東坡個東坡肉勁 Q 彈，好香嗰種黑醋味道啊！入口即溶，再配一啖飯，一定要配飯食，好幸福嘅感覺。一啖東坡肉，一啖白米飯。當你食落去，個肉軟到好似融化咁，而外層嘅醬汁濃到掛住喺肉上面，鹹香中帶住淡淡嘅回甜，醬汁嘅味道滲入咗喺每一絲嘅肉裏面，個肥肉部分軟到好似雪糕咁，入口即化，油香直出，但係又唔會太膩。最絕就係一啖肉再配一啖飯，相當配合。板燒板藍根呢個好似菜心嘅，其實係板藍根炒到油光水滑，每一條都亮到反光，中間夾住一粒粒嘅金黃色嘅豬油渣，個邊有啲焦香，食落去個板藍根爽脆又清甜，帶住一啲淡淡嘅草本回甘。手作蟹黃小籠包，一揭開個蓋，熱氣騰騰，每一個皺褶都包到好靚，薄到半透明嘅皮可以隱約見到裏面橙紅色嘅蟹油。呢個菜一點，師傅就即做，可以喺門口嘅玻璃廚房見到師傅包小籠包。食嘅時候用筷子輕輕夾起，首先咬開一個細口，先飲入邊嘅湯，蟹油嘅香氣直衝天靈蓋，再咬啖包，皮薄堅韌，每一啖都會食到蟹肉嘅鮮味。錦鯉戲燕，成個甜品好似一幅水墨畫咁，中間有條粉紅白間嘅錦鯉，成條魚真係好似喺個碗度游緊水一樣，而下面底部嘅係銀耳羹，裏面浸住一粒粒琥珀色嘅桃膠。個錦鯉用酸奶去做，入口好似雪糕咁，帶住淡淡嘅奶香，個甜度啱啱好，唔會太膩。呢個甜品唔單止靚，味道仲好好。江南手工鮮酒釀，4人餐總共有4桶，每一桶都大大桶，相當足料，好有份量，睇落去好有質感。完整嘅糯米脹卜卜，浸喺米酒裏面，入面都有啲活性嘅益生菌。成杯拎起手，聞到有淡淡嘅酒香，帶住米嘅清甜。佢個餐係包埋呢個江南手工酒釀，即係我平時食嘅酒釀丸子嗰種酒釀。哇，好香米酒味，甜絲絲嘅米酒味道，甜甜香香，呢個可以當甜品食。入邊嘅酒釀，佢係有酒味，但係唔係坑嗰種酒，食落去係好純嘅感覺。食落去會感受到糯米嗰種軟綿，每一粒都發酵得啱啱好，入口一抿就化，清甜中帶有淡淡嘅酒香，但係又唔會醉，反而有一種回甘嘅米香。整體嚟講，呢間桂滿龍人均消費都係100零蚊，已經食到精緻嘅浙江菜，性價比相當高。如果下次經過深業上城，
想食一間環境好又抵食嘅浙江菜，真係不妨試下呢間嘅桂滿龍。而到店 po IG 或者小紅書會送甜品㗎。好啦，今日影片就嚟到呢度。如果中意我影片嘅話，記得點讚同埋訂閱我頻道。最重要就係留言同埋分享埋俾朋友，撳埋我鐘仔，當有新片出嘅時候就會第一時間通知大家。約定你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